讲到有健康的，就应该听，请怎么说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自接伫礼拜中来，阮要来敬拜你，恳求你的圣神即时降临，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互阮知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计划，你所安排的道路。耶和华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除了你以外，阮无要敬拜别的神明。恳求你伫今仔日，互阮学习听上帝你的话，主帮助阮，因为伫即个世间有真侪搅扰的声音。恳求至圣的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安静听、静静听，听见牧者慈爱的声。主帮助阮，互阮听了，佮照安尼去行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阮当今组织的每一个兄弟姊妹、大人囡仔，拢交伫你的手中。求主你帮助，特别是帮助细囝，或者是少年人，会当伫主你的面前，对年轻的时，就因为听见上帝你的话，因为一生就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。主帮助阮，互阮听见上帝你的慈爱的声，甲阮讲，免惊，倒来。愿阮来到主你的身边，伫今仔日的敬拜，享受上帝你甲阮陪伴天国的恩赦。阮伫你的面前听候领受，愿主你祝福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学习一个真要紧的功课，就是听，静静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听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但是这个功课常常是足困难，我毋知恁有感觉无？当咱咧甲人讲话的时，有时咱也未听了，咱就真紧，咱就跳起要甲伊回答，要甲伊解说，要甲伊辩论。听甲讲，其实是生命中间真要紧的功课。一个囡仔出世的时，伊什么拢未晓，但是囡仔拄出世的时候有两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就是毋免学习，伊自然而然上帝创造人的画面，伫伊成长的过程顶悬，听甲看是红仔出世上要紧的功课。囡仔出世的时阵，当伊若踢开目睭，伊就静静看，看天棚顶悬的电火，看窗仔顶外口迄个树叶闪闪烁烁所照入来的光。一个囡仔出世的时阵，伊的目睭拢咧看。伊也无多讲话，但是伫迄个时阵，伊所听的、所看的，影响伊一世人。人类发展的即个脑科学的医生，伊讲囡仔拄出世的时阵，第1岁到3岁，是一个黄金的年龄，因为即个年龄囡仔伊的脑也未完全发展成熟，所以囡仔伊的脑部每一工一直大。所以，咱囡仔红仔出世的时候，伊的脑部每一天，伊的脑细胞的发展是用100万来计算。所以，当伊咧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所看到、所感受、所听到的物件，就影响伊一世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有这个机会，做阿公阿嬷，做爸爸妈妈，你要知影。你抱囡仔伫行前，你唱一条诗歌互伊听，拢有可能影响这个囡仔一世人。你抱这个囡仔伫你的行前，你用话直直甲伊讲，检查你咧讲囡仔话，你检查你想讲伊听无？但所听兄弟姊妹真奇妙，迄个时阵伊虽然听无，但是所有的资讯、所有的声音，伊听落心，迄真做伊妈妈的味道。迄个叫做伊潜意识内底陪伊一世人，所以语言的学者，伊讲囡仔伫伊细汉所听到的声音，伊所讲出来的话，迄叫做母语。
这个母语，伊所讲的母语，到伊一世人，伊的腔口拢未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知影一个功课。咱做礼拜遐尼久，所听遐弟姊妹，你是一个真够听上帝的话的囝子，还是一个来到这个所在，什么拢听无的基督徒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有一个听会明白的耳孔，咱有一个拍开的心，互上帝的话亲像这个一时的光，照进咱的内心。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55章、马太福音11章，佮有启示录，这30个圣经拢讲着有耳孔的着听，恁着听，拢讲同一种的功课，就是听上帝的声。特别以赛亚55章，伊讲着听，恁的心神就会活起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听上帝的话，会互咱的心神活起来。听上帝的话，会互咱得到智慧。听上帝的话，伫今仔日的圣经55章第90、第80、第90讲，咱就要明白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。上帝讲：我的意念悬过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悬过你的道路。少年人就听，恁的将来是伫上帝的手中。检查你要问爸爸妈妈讲：爸爸妈妈啊，以后我若读大学，我要读哪一个科系？与其问你的爸爸妈妈，不如问上帝。人的一生将来何去何从？当然，父母是咱上好的老师，老师嘛是咱上好的贵人。但是所听兄弟姊妹，上帝超过咱身边的所有的咱的长辈。所以少年人，恁就听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不是听牧师的讲道尔，是听上帝伫恁一生中间要对恁讲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华伫咱的手讲阿们。主啊，你将永远的约，主啊，你将一个信息的灵命放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主啊，每一摆我亲近你的时，我的生命拢要对你得到好处，所以用心听。有人听讲道，有得到真大的造就；有的人真爱听讲道，因为伊发现讲道会通帮助伊对伊的思想、对伊的情绪、对伊的态度、对伊的品格、对伊的信仰的念头来改变，所以会认真听。但是有的人做礼拜是一种的习惯，检查来到教会是一个平安的所在。咱暗时困袂起来到教会，一坐咧椅仔顶，咱就拄久。上帝祝福咱。如果咱有这个需要，上帝嘛袂甲咱拍青镜。但是所听兄弟姊妹，做礼拜上重要，毋是听牧师的讲道。做礼拜上重要是通过牧师所讲读、牧师所解说、牧师所分享，上帝圣神就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。愿主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上帝大大养赐咱，互咱食这个隐藏的玛纳，就是今仔日的圣经伫启示录中间所甲咱讲的，得胜的人，既然有耳孔的人就听，既然有耳孔的人就听。伊讲得胜的人，因就要食隐藏的玛纳，稳重的玛纳，因就要得到一个新的名，写伫一块白色的石头顶悬。这是一个真困难解说的经文，但是大卫保孙牧师讲了就好。伊讲找来找去，伫圣经中间是所有的信仰的册内底，无解说讲为什么天顶的上帝要将我新的名写伫一块新的石头顶悬。后来伊用想象，伊讲两个恋爱的人，当因人做伙亲密的时，有时因会伫一丛树仔顶悬，就用一支刀仔甲伊刻两颗心，一支箭，然后这边写玛丽，这边写大卫，将迄个名写伫因互相立约，只有因知影的秘密的中间。伊讲古早人有时会用一块石头，像一张情书，伊就喺石头顶悬写一个秘密的话，然后送互伊的男朋友。
送互伊的女朋友。大卫保森牧师讲，上帝将伊秘密的话写伫即个白色的石头顶端。伊有一个新的名，咱毋知影迄个名叫做啥，可能安尼讲，亲爱的，上帝将咱宝贝的名写伫迄个石头顶端，只有咱知，别人毋知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听到上帝甲你讲这个秘密的话吗？你愿意听到上帝甲你讲真亲密的话，讲亲爱的，我的孩子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我拍开耳孔要听，听一句主你宝贝应允，听一句改变我生命的应允，听一句上帝你信息的灵敏。今仔日个圣经中间有一句话记载伫以赛亚55章第3节，汉字安尼写。我必与你们立约，这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，可靠的恩典，那可靠的恩典。这个可靠叫做阿们，这个恩典叫做启示，启示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灵敏，意思就是上帝永远无改变信实的怜悯，上帝永远无改变信实的灵敏。无论咱是好囝，无论咱是歹囝，无论咱怎样，上帝伊的灵敏永远无改变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讲：主，我未堪得，但是我感谢你，因为你要将阿们启示赏赐互我一生伫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听到你生命的应允。现代人有一个足大的困扰，就是儿子带走，完全甲世界无关系。恁捌看过这种人？恁若去台北坐捷运，你著看偌尔侪少年囡仔一个儿子囥咧，啊，逐个拢看到伊头前迄个，毋是圣经咧，是手机啊。咱听这个世间超过大超过，咱听上帝一声。今仔这个世间，逐个人关伫伊的云端，逐个人关伫伊家己的世界。大家人秘伫迄个虚拟的世界，听讲后世代毋是叫做22世纪，叫做元世代，我毋知影是啥物碗糕。即卖科学要将世界中间愈侪卫星啊，对4G 到5G，5G 到6G，6G 到7G，将来所有的全世界人拢秘入去家己伊的电脑甲手机仔内底就好啊。人活伫一个虚假。看袂到，无法度肉甲肉互相拥抱的时代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甲咱问讲：你用偌尔侪时间来甲我交陪，咱用偌侪时间来听上帝的话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定心来读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个礼拜结束的时，牧师会将一个以赛亚55章。一段文字的解说，就是咧解说以赛亚55章的一个圣经的导读。牧师要邀请恁，今仔日若对恁愿意认真读圣经的人，当恁伫咱的族群顶端看到这个连结，恁定心甲第1节到第9节，甚至规篇拢也读过。因为这段圣经其实讲好听、好了解嘛，好简单了解，但是讲无简单了解嘛，无容易了解。因为迄中间有讲你我他啊，但是连伊这节跳迄节，这节跳迄节，到底你是指什么人，我是指什么人，他是指什么人？所以你读的时候有时无介简单。所以拄则你有看到书会咧读迄个经文的时候，牧师有将迄个年甲伊看乎以色列人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弥赛亚。所以换一句话，今仔日个圣经是上帝通过伊甲伊的应允。通过先知以赛亚咧讲起，有一个人叫做弥赛亚，耶稣基督伫后来要出世，所有代志会发生，所以以赛亚就将这个弥赛亚这话甲经应允来讲互咱听。所以这以赛亚55章是一个真重要的应允的话。愿兄弟姊妹毋是干那听一摆就结束，咱听祈祷，听默想，听搁再祈祷。
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将上帝的话放伫咱属灵的生命的内底。今日圣经讲，亲像今仔日的金句，启示录讲，咱就要食到稳重的玛纳，天国的美娘，稳重的玛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的两段旧约、新约的圣经甲金句，30个圣经放做伙的时，拢咧讲起主耶稣基督伫伊家己所讲的一个故事。伊讲有一个主人伫喜事的中间找伊的奴仆，找见伊的奴仆出去外面，邀请人来甲伊同欢喜。今日圣经就是讲来啊，来食，毋免钱，毋免银。上帝邀请世间人来进入伊的施恩宝座，来领受伊的恩惠，这叫做白白的恩典。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第55章第1节到第2节，就是咧讲起人无用刺刺，你无用什么，为着要得到迄个未价值的物件。主讲来啊，伫我的手中有活命的水泉。来啉，啉就无搁再吹打，毋免钱，毋免银。愿上帝所赏赐咱是一个满足的生命，一日比一日搁较甘甜。对少年到年老，咱对上帝发出阿乐讲：主我感谢你，我的一生哪来哪丰盛；主我感谢你，我的人生哪来哪甘甜。所以今仔圣经安尼写：既然恁喙打的。就来就滚水，水是指圣经中间一个象征，水是指活命的水泉，是迄个圣神的活水江河，会对咱的腹内是源源不断。上帝所供应咱的稳定，也是源源不断。所以每一摆拢发出祈祷，就亲像捧一块杯，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填满我生命的杯。咱要向上帝讲：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。因为你所享受的毋免钱，毋免银。基督徒有时真可惜，因为咱相信咱知上帝是白白享受，所以咱对上帝的回应，咱对对上帝的代志，有时随便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虽然是白白的稳定，但是是一个宝贝的稳定，是一个宝贝的救恩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回想咱家己的生活，反省咱家己的生活。以赛亚55章第2节，世间人啥事开费钱，买迄个未价值的物，咱啥事着无用刺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的人生毋当亲像甘露，在原地自转。咱的人生毋当亲像甘露，戆戆洗无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中间。咱所有的能力、所有的运数、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热情，拢用在刀口上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叫你赏赐我一条路，主叫你赏赐我一个标杆，互我会当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一生虽然是平凡，但是我要有一个机会。我一生啊，只有会当出一拳，但是这拳。就要成做一个震撼天下的第一拳。所以啊，弟兄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伫今仔日个圣经中间，上帝邀请咱啊读了后，咱会当阁读到新约。咱就知影今仔伫这个圣经中间，伊所讲的3项代志，一个真要紧的3个应允。伫这个中间，伊所互咱的到底是什么？伫这个所在。伊讲，咱的心神就要活起来。上帝要甲咱立永远的约，上帝要赏赐坚固的恩惠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帮助我。咱的家境、咱的世代、咱的身边，到底互咱什么种的影响？咱活伫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今仔日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16节。耶稣讲一个譬如，我甲恁分担啦，恁无爱愿意，恁无愿意跳舞。我恁分担啦，恁无愿意跳舞。我甲你讲上帝忧伤的事，恁一点仔感觉都无。这段圣经咧讲起
逐世代的人常常是一个冷漠，常常是对真理的话疏忽。基督徒嘛是安尼，非基督徒嘛是安尼。咱静静来想，咱是毋是有对上帝的话冷漠？咱是毋是有对上帝的计划冷漠？咱是毋是有对上帝的吩咐冷漠？咱是毋是有对咱家己的人生，上帝所予咱的迄个角色，咱冷漠？因为自私的人，伊就家己看家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心得到拍开，无搁再无知迷路。毋是圣诞节落雪迄只迷路，毋是，是你青眉，虽然有目睭，但是看无。主帮助咱正做一个会晓伫一个冷淡的世代，无搁再无用刺青，开费钱买迄个卖价一个物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所享受的一切恩惠，伊所享受一切财情，伊所享受一切资源，拢为着要互咱甲上帝同荣耀，毋是干那要互咱得到祝福。咱来到主施恩座前，上帝呼召咱，毋是干那爱咱来得到祝福那点。上帝爱咱用这个祝福，正做伊的荣耀，荣耀伊的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有上帝的话。所以第二个，我要甲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思考讲，上帝要对我讲什么话？愿咱静静听，伫主的面前，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听，就听，就听。主的话讲，恁就听，恁的心神就要活起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话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你的奴仆静静伫这个所在听。圣经中间有一个真宝贝的故事，迄个人叫做撒母耳。所听的弟姊妹，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，撒母耳是一个细汉囡仔，但是伊怎样有智慧，伊安怎咧听上帝的声？恁会记得迄个故事？伊伫暗暝梦中，听到有人咧甲伊叫讲：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恁会记迄个故事无？一个囡仔起来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。伊马上对伊面前跳落来。伊想讲，大概就是伊的师父伊利，伊的老师伊利咧叫伊，所以就对伊的房间走去老师伊利的房间讲：老师，你咧叫我吗？伊的老师甲伊讲：你咧喊眠，我无甲你叫，你搁倒去困。第三摆、第二摆时，伊利就感觉怪怪啊。伊利甲伊讲：如果你若搁听到声咧甲你叫，你就讲：主啊，请讲，你的囝儿恭敬地听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敢愿意将咱的手机啊关起来？咱敢愿意将这个耳机摕落来？咱敢愿意安静伫主的面前祈祷讲：主啊，你的萝卜伫遮；主啊，你的查某囝伫遮；主啊，你的囝儿伫遮。我恭敬听，主啊，请讲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上帝应允的话，伫这个所在，上帝讲什么？上帝讲：我要享受你心神活起来。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顶头生，拢是心神活起来的意思。意思就是咱对一寡代志冷淡，因为咱对一寡代志绝望。因为咱对将来失去盼望，因为咱对咱家己的人生充满未晓，咱毋知影将来要去做啥物较好。但是上帝的圣心啊，对咱讲话，咱的生命就进入新的方向、新的盼望、新的热情，活跳跳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做一个冷淡的基督徒，还是做一个活跳跳的基督徒？这个答案是明显的，唔免问人。我相信咱大家十个，咱拢讲当然要活跳跳啊！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咱的心中欢手祈祷的事，愿咱伫主的面前求上帝祝福的事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
求你定心踮伫我的心内生命中，互我的心搁再活起来。第二个英文伫今仔圣经中间，以赛亚讲，弥赛亚若来临的时，伊要想述啥？要想述你一个永远的约。这句话会当解说一日，因为伫旧约的圣经中间讲永远的约，有讲到7种的约。对于拿阿、摩西、亚伯拉罕，讲有7个约。今仔日牧师毋是要甲恁解说，即个7个旧约的约。7个旧约的约，最后一个约叫做新约。你讲牧师开安尼，新约是伫耶稣以后啊，伫旧约中间到新约有啊。伫旧约中间上要紧的永远的约就是新约。我要甲你做一个清气的心，是一个肉的心，新的神踮伫你的内底。恁会记即句话无？上帝要互迄个枯骨复苏，就是高大的生命，遐个死人骨头，重新有上帝的圣神风飞过，遐死去的死人骨头要成对一个新的骨活，以西结束。伫旧约的中间就讲到即种的骨活的永远的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甲咱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到万世代，你相信吗？拒绝的人就失去这个门，所以圣经讲，上帝所开的门，无人会当关；上帝所关的门，无人会当开。上帝嘛，互咱一支锁匙，咱是往世间关门，往上帝开门，还是倒边？咱往上帝关门，往世间开门。人家己的选择，结局就是家己的终局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以赛亚讲，我就要想述恁伫历代中间对大比到今仔日，对大比到耶稣到今仔日，对古早到今仔日到将来，是甚物？是一个坚固的恩惠。白话字圣经翻了足水，坚固的恩惠，因为坚固这个字叫做阿曼。伫这个所在，伊读做阿曼，但是这个字其实就是阿门。阿门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、实实在在的启示。恩惠这个字伫原文顶端，其实阁有另外一个字叫做怜悯。伫旧约的圣经中间有3字咧形容上帝的怜悯，其中一个就是恩惠。上帝用伊的慈爱，用伊的恩惠来充分来拆消伊的囝儿查某囝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上帝讲：我要将阿门的恩典赏赐你，我要将阿门的听赏赐你，是一个无人会当改变的，是信实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逐摆咱往上帝恭恭敬敬讲阿门的时，恁敢知影这个阿門带有偌济的幸福，带有偌济的祝福？当咱对上帝讲阿門的时，上帝的光甲伊的活水泉就流入来。当咱不爱甲上帝讲阿門的时，当咱否定上帝阿門的时阵，咱其实就是将这个水泉甲这个光去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，耶和华伫这个所在讲，我甲你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，就是伊保持伊永远甲咱的关系。伊要做咱的丈夫，伊要做咱的天父，咱要做伊的百姓，咱要做伊的新妇负责人，咱要做伊所听的囝儿甲查某囝。这就是关系，这就是听堂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有耳孔的人就听，听什么？听上帝伫咱心中、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。上帝讲：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，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。这句话其实就是咧表明，上帝对每一个人有伊的计划。咱常常伊爱行家己的路，但是上帝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有伊的计划，伊的安排。伊的安排就是伊的念头，伊的道路就是伊的计划。那这你明白这段话的意思吗？所以咱假搞伫咱的人生中有真多主张，上帝讲安静啊！我的囝，我的查某囝，你安静听。我的道路悬过你的道路，我的念头悬过你的道路，你的念头。伊的意思就亲像咱台湾人咧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。这句话
嘛毋是拢总毋对呢。即摆少年人拢不以为然，迄就是沙文主义、国家父权主义的。古早遐有权威的时代老爸，甲阮缀死啊！所以伊就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啊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即句话毋是安尼解说。当然，压制囡仔的发展、压制囡仔的思想是毋对。但即句话上重要就是咧讲去听比讲搁较大声。一个学生若袂晓学安静谦卑，先听老师的声，伊就真困难，真做一个真扎实、真有造就的学生。所以听比讲优先次序有先后。所以，弟兄们，咱伫做面前，咱听到上帝的道路，听到上帝的意念，所以咱来常常为着咱头前所要行的道路，咱来常常为着咱头前所要行的道路来换手祈祷。你讲无事，我要拢换手祈祷。我头前所要行的道路，伫传统上修道院因咧交接的时，旧的院长最后一项就是为着新的院长。该换手伫伊的骹，该祝福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要带遮的所有兄弟姊妹，亲像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你所行的道路，愿主祝福你；你所行的路，愿主祝福你。所以换手伫伊的骹，祝福伊将来所选择要行的道路。我嘛真欢喜来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行上帝爱咱行的道路。奉主的名祝福咱大家。愿咱领受，咱出做双手讲：主我的手要做你所做，主我的心要用你的心做心，主我的脚要行你所爱我行的道路。阿免嘛。主大大祝福恁，一代比一代行更较远的路，一代比一代行更较伟大、更较荣耀、更较贵气的道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今仔日的金句，启示录第2章，伊讲圣神对于正教会所讲的话，有耳孔的人就听。得胜的人，我要想说伊3项物件。第一项物件是什么？就是生命果子，生命树的果子。食生命树的果子，死亡的人会去活起来。这是伊迄个爱殿园的内底足大的应允。所以，当亚当犯罪时，上帝垂看天使，割手一丛树，因为沉沦犯罪，付出罪的代价。所以，伊若食这个善恶果了，伊就当拢唔免做，唔免去受苦。所以，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，但是伊所创造万苗树，就是互人对死搁活的一个应允。第二，我要将稳重的玛纳赏赐予伊。以色列人真知影玛纳是什么？玛纳就是上帝所有备逐日因的生活的食清用。所以稳重的玛纳就是耶稣基督讲：我就是活命的美牛，我就是活命的美牛。你若听上帝的话，我所讲予你的话就是活命，就是对天灵来。人咬喙干，毋是无饼通食，无水通啉，乃是因为欠缺上帝的话。所以，稳重的玛纳是每一个人伫伊的生命发展、伫伊的生命成长所需要的真理、所需要的智慧。所以，咱通过读圣经，咱通过做礼拜听讲道，咱通过灵修的时阵听一寡好的这个演讲，这拢是为着要咱听到迄个稳重的玛纳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今日咬喙大的人有福气。因为咱要得到帮助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要将咱新的名写伫伊的活命册，上帝要将咱新的名写伫一块白色的石头。可能亲像米开朗基罗伊咧雕刻迄个大卫像，是一块晶莹透彻的白色的大理石嘛，无得空。是上帝所写予伊所心爱的人，伫伊顶管写：亲爱的孩子，咱毋知。但是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句，伊真秘密，咱专属的，上帝咱一张专属的 VIP 的卡，主帮助咱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伊讲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阿罗你。
所以最后牧师要甲恁分享，怎样安静听祈祷，怎样安静听上帝的声。有耳孔的恁着听，马太福音11章第15节讲，有耳孔的着听。到底咱要安怎听？有甚物人真正是一个真够听上帝的心声的基督徒？愿咱今仔日对撒母耳，咱学习着怎样听上帝的声。撒母耳伫暗时梦中，上帝对伊讲话，这是伊的生命足要紧的一个新的经历。伊对迄个时阵才开始，伊将伊的信心甲伊的信仰，过去是倚靠伊的老师伊利，但是对迄个暗暝的属灵的经历了，伊的一生真正无共款的全然的改变。伊将伊的尊敬敬拜的对象，对老师改变做用上帝做中心。这叫做以上帝为首位。我再讲一摆，以上帝为首位。所以有一本册是咧教阮做牧师的人安怎做牧师。伊讲牧师的讲道上要紧，迄本册的册名叫做《以上帝为首位的讲道》。这是牧师的责任，但是会友的责任是以上帝为首位的听讲道。你们懂意无？牧师徛伫这个所在，是尊上帝最大，所以咧宣讲圣经、解说圣经，是敬虔的讲上帝的话。但是下面所听遐的姊妹，恁应该是用上帝最绝对、无打折、恭敬听圣经的话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白白得到造就。所以撒母耳伫伊听到这个声的时，伊讲：“我伫遮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对上帝讲：“主啊，我伫遮。”所以撒母耳有7项真要紧的态度。牧师真简单，读互咱听。咱若无明白，咱倒去想，搁再想无的时阵，你倒来找牧师，牧师会搁甲你分享。咱做伙祈祷，做伙探讨。做伙读撒母耳上卷第3章，撒母耳上卷第3章，伫这章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到撒母耳做7项代志。第一，伊的老师教伊谦卑伫主的面前；第二，安静。主啊，我伫遮，请讲。这个动作就表明足要紧，谦卑。主啊，主啊，请讲。谦卑伫主的面前。准备安静，要听上帝的声。伊哩甲伊讲，你到上帝面前，伫灵修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，叫做进入上帝的同在。毋是先讲话互上帝听，毋是先安怎做啥物种的行为甲动作。一个进入上帝礼拜的中间，一个真要紧就是准备进入上帝至圣所。主啊，我来啊，我伫遮。撒母耳讲：“我伫遮，进入上帝的同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大卫伊嘛伫伊的诗篇讲：我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。诗篇16篇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行起。我敬奉耶和华伫我的内心。这就是拄则所讲的，尊主为首位。主，你伫我的生命中间。”你的地位是安尼，这叫做尊主为首位。代表讲，我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，安静了后，甲主讲话，互上帝的声入咱的心，互咱的求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伫伊个安静的时阵，会得到圣神的引带。所以传统的祈祷，一个叫做默想，一个叫做默观，但一个我甲恁小可解说。这不容易了解，牧师用足侪年才了解讲古老的传统，什么叫做默想？因为咱若咧默想，咱就开始发呆，你有感觉无？坐伫遐讲要默想，但是咱的脑都乌白跳，毋知跳去到对啊！连面烦恼讲我会走大家事袂记关，原来反正我斗袂记电袂记摕起来，咱就想足侪遐的物件。咱来进入袂想，那毋是一个真有操练，真有慢慢得到造就的人，袂想。对咱来讲是一个天马行空，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
甲牧师愿意陪恁来训练这个听的功课，默想甲默观。主帮助咱做伙成长，主帮助咱的教会做伙大汉，主帮助咱的教会做伙伫靠谱的中间得到把助。所以撒母耳伊第4项、第5项，伊讲主啊，请讲。所听兄弟姊妹爱常常有这种态度，毋是咱讲互上帝听，是咱甲主讲，主啊，你请讲。这就是默观。默想的第2个阶段叫做默观。默想是甚么？默想就是当你读圣经了后，你安静，你讲主啊，伫这段圣经中间，你要教我什么？这叫默想。咱的默想安静，毋是天马行空，毋是黑白想，放久在你的心内底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毋是。传统的灵修中间，默想是有物件、有内容，就是用圣经读了后，静静讲，主啊，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主啊，你的圣心伫这段话，你要教我什么功课？这叫做默想。所以基督教的默想甲祭神无共款。第2项，默观的意思就是当咱默想了圣经了后，咱甲圣经合起来。迄个默观就是什么拢无想，安安静静，互咱家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。因为圣神伫一段安静的时间，要讲超出圣经另外一个信息的部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会晓去听上帝的话啊。所以第6个撒母耳所予咱的就是，伊会晓听上帝的声。第7项，听了后照安尼去行，听了后照安尼去行。咱听到上帝的话最重要，毋是停留伫原地。咱听到上帝的话，得到圣神的感动了后，就是行动的开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撒母耳所予咱的听上帝的话一个真要紧的7个态度。愿主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将7项的放伫咱的心内。直到有一日，咱真做一个足自由，时时刻刻拢会当甲上帝讲话，时时刻刻拢会当听到上帝的话。这叫做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所以牧师无时间甲恁讲另外7个安怎听吼啊。下一次牧师再甲恁分享啊，有一个教导安怎听上帝的话，通过祈祷，通过读圣经，通过圣神伫你心内的感动。第4项，通过你的老师，你的身边中间的属灵的老师，伊互你智慧的建议。第5项，就是伫你所拄到的生活中间。你会对这个生活中间有一个感动，比如讲你看到一个乞食足可怜，你就产生一个怜悯的心。这就是咱的环境会对咱讲话。佮有奥旨就是讲，通过礼拜的中间，通过各种上帝同在的时刻，伊会有无共款的记号，互人得到感动、切恳、献心。第7项就是上帝的时间，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迄个机会。了然一生，一生了然。什么人会当明白家己的一生，都是上帝的时间。这个缘故，这个时间无法度解说上济。这句话嘛足特别啦吼。有真侪人真爱听先知性的话语，我毋知恁捌听过。有的教会足爱讲这个先知性的话语。伫这个所在，这句话足特别吼。拄则这7项，其中一个就是智者的谏言，先知的话语。耶稣讲，所有先知的预言到惊世的约翰就结束。牧师毋是会当代替圣神解说这段话，但是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爱小心，因为扮演先知做先知，咧讲上帝预言爱足细致，因为迄毋是拄拄像咱所想象心中的感动跟直觉。主帮助咱。愿咱每一个人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常常伫上帝的话来望着上帝的心意。咱常常摒空，将咱的内心默观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将咱内心的迄个垃圾，咱若要啉清气的水，都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啉，对吧？将你内心的迄个干扰，
甲伊拼出来，垃圾甲伊拼出来，然后甲主讲，主这是空空的杯，这是空空的杯，是我的心。主啊，求你充满我。魔关就是当咱拼空咱家己的事，上帝圣神就进入咱的内底。主就好，咱今仔日所听到的感动，你欢手伫你的心来讲阿们。愿主将这个阿们保守你所有的感动，互伊成长伫你的灵命的内底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帮助阮，主阮听见你的话，阮对你讲阿们。主求你保守阮的感动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懊恼、感谢、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